嘉义市母语文化教育学会总干事张志宏，规工拢伫咧校园教学生台语。伊讲，嘉义虽然伫南部，不过会晓讲台语的时势是哪来得少，而且传统的教育方式无法度互囡仔爱讲台语，伊也改变想法，用开讲的方式来教台语。你有听，你会晓家回答来讲。 老师替国小2年的囡仔上台语课，课文拄好讲到豆仔，老师就互囡仔自由发挥，讲出因熟悉对一种的豆仔。绿色，咱台语是讲青色无问题，吼但是安怎？但是你伫遮绿豆比较习惯讲的就是像志荣讲的绿豆，志荣，这敢是老师甲你教？阿嬷教的嘛，吼对无吼？囡仔会当等于因兜，甲因兜的许多人讲台语。 安尼咧有比较就会较紧。总干事表示，嘉义是南部县市，应当台语的环境会较好，但是因为是住伫厝内拢讲华语较济，学校搁安怎教，囡仔嘛无练习讲的机会。母语的教育就会变做亲像英语共款，欠缺讲的环境。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其实拢讲台语，但是伊和囡仔讲话自然会要用国语，因为小朋友可能来到学校，伊会感觉用国语咧讲较顺。家里大概都在跟你讲什么样的语言？ 在说国语，在教国语。对。那像这样说练习台语的机会只能在学校学。除了国小的学生，总干事嘛有甲国中替学生上课，也毋过因为是社团的课程，为着吸引着学生的兴趣，上课的过程就亲像你讲笑亏。新牛要进，新娘要出嫁，头西行。伊的答案就是叫做啥物？ 是假身，或者叫做假身。学台语会当家中的人讲话。要学更较侪袂晓的物件。所以讲，你感觉你有学到吗？有。你包括一寡佚佗物啊，咱嘛听过用安尼甲讲啊。所以囡仔伊的接触多了后，伊对这个产生兴趣了后，伊就继续要甲你听落的迄个理由。 因为家己各中学校拢无语言的课程，所以学校拢有成立社团，希望会用提供学生学习母语。大部分的学校都以社团的形式去做推广，让我们学校的学生在他自己的自由意志之下，在社团的时候每周去做母语的教学活动。我感觉咱的母语吼，咱本身咱台湾人的母语拢是歹。 嘿，所以这个课我感觉会用加较侪囡仔来学习的。母语文化教育学会表示，目前台语的教学拢有伫推广，但是学习的环境袂应只有伫学校内底，内容嘛无应该是强调课本的课文，应该爱建立讲的环境，互母语会使用较自然的方式传互熟悉。记者林伟霆，嘉义报道。